來過來是有關台北市長的選戰，民進黨嘛確定了，正式提名立委沈碧容來參選，甲現任的市長蔣萬安來頂高機。那新德縣的部分，講目前是咧等台北市的市長鄭朝芳點頭同意。今天要討論的是北市的部分。民進黨選對會共同調一名區議員來到中央黨部，因為今仔日要提名的縣市是首都台北，立委沈碧容正式穿正衫，要甲蔣萬安拼輸贏。希望透過比較多數據的整理，確實的去理解，從柯文哲執政8年到現在的蔣萬安2年多，到底台北市為什麼停滯不前，沒有往前發展？華團立委陳培如會加入沈碧容的競選團隊做政績規劃，今嘛有媒體報道，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會親身出馬做北基的總指導。他從政的經資歷來講，他本來就符合來協助沈伯洋委員參選台北市的市長。畢竟政治路上都是老幹新枝，老的要帶新的。民進黨的台北隊成型呢，未來不只會有合體的行程，大家也會很快看到我們的合體看板。我們一定是團結一致，要給台北市民最好的選擇。民進黨北市的人選總算是確定，不過當時黨內嘛真關注新德縣，因為捌傳出哪個所在會同時提名，不過確定今仔日下晡敢若宣布台北市。民進黨全台布局本島就敢若查新德縣，目前普遍認為咧等台北市長鄭朝芳點頭。雖然花蓮嘛無提名，不過黨內趨向讓候無黨籍的花蓮議長張俊。離島金門連港目前嘛無確定，那上早提名的偏烏嘛可能因為縣長陳公復的變情有變數。有些地方慢一點，是在等一個什麼事情？好，這個我們不便透露。那我們會做最好的準備，目標還是幫各個縣市找到適合的公僕為當地服務。我們會推出最好的人選。2026縣市首長的選戰，互看作是2028總統大選的熱身戰。民進黨正做當前的執政黨，要拼穩定政治版圖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